咁 Chorus 咧其實有叫做兩個大嘅系列啦，一個就係路跑，咁啊一個就係叫做戶外運動嘅系列。路跑咧基本上就係叫 Pace 啊，咁而家就 Pace Free 啦，同埋有一隻旗艦少少嘅叫 Pace Pro 啦。大家好，歡迎收睇呢封文。咁今日好開心邀請到 Coros 嘅運動員啦，尹卓希希 Sir 接訪問。希 Sir 你好。哎，你好。咁今日點解揾希 Sir 接受訪問咧？就因為知道佢係 Coros 嘅運動員啦，咁亦都知道你本身係有一個跑會就叫 Forza 啦。好，咁不如你自我介紹下先。大家好啦，我係尹卓希，咁啊可以叫我阿希啦。咁我係一個長跑嘅運動員，咁啊基本上由田徑賽嘅5000米到跑路跑嘅馬拉松我都會跑。我都知你啲 PB 係好快，不如都講下你各個項目嘅 PB 啊。五千米咧就即係運動場咧，五千米就15分20啦，然後10000米就係31分55啦，然後半馬係1個鐘頭7分50秒，同埋全馬就係2個鐘頭27分26秒。咁都知你咧自己一個跑會叫 Forza 啦，不如你都介紹下。係，我自己有個跑會咧，咁啊叫 Forza Running Club 啊。咁其實 Forza 呢個名咧，其實除咗即係英文解釋，即係好快咁樣嘅，好快嘅意思啦。咁其實咧，意大利文即係佢係解更加強咁樣去達到一啲目的嘅。咁啊，所以點解就會叫 Forza 啦？咁都知你除咗有一個跑會係 Forza 啦，同時亦都係 Coros 嘅運動員啦。咁 Coros 咧而家就喺跑步市場越嚟越大啦，有好多唔同世界級嘅運動員，例如Kipchoge 啊、Jakob Ingebrigtsen 啊，跟住跑山嘅 Kilian 啊，都係用 Coros 啊。香港就有黃浩聰啊，或者你啊，咁樣都係用 Coros 啊。咁不如你都介紹下 Coros。我喺 Coros 呢度就大概1年多啲啦，咁啊都好幸運咁啊，有佢哋嘅sponsor 啦。我而家又幫佢哋喺度搞一個 Run Club 嘅，咁啊其實咧佢哋嗰個有一個宗旨就係想幫，都係幫一啲跑手咁啊突破自己啊，咁啊因為而家長跑嘅風氣越嚟越好，越嚟越多，越嚟越強，越嚟越容易接觸到啦，咁所以咧就想幫到啲跑手用一個比較有系統、有科學同埋一步一步循序漸進嘅方法，去令到佢哋有更加有效率嘅訓練，同埋可以多啲有個人嘅最佳成績啦，又可以減少受傷。因為其實手錶裡面咧有好多數據嘅，咁啊咁我自己咧就戴 Pace Free 嘅，咁啊所以咧基本上咧就 for 一個跑步訓練嚟講咧，已經非常之足夠噶啦。咁啊，佢提供嘅數據有好多啦。咁主要咧就係靠唔好話主要啦，咁啊應該話誒手錶提供嘅數據咧，佢就可以令到你有一個參考。啊，原來我喺呢一個速度已經係有一個乜嘢程度嘅壓力，咁即係唔應該亂咁將自己推得太盡嚇。咁同埋而家加上咧唔同嘅跑手又好，教練又好，咁佢哋都比較崇尚就係訓練嘅時候個強度低啲，咁啊將多啲嘅專注力放喺比賽嗰度。咁啊以前咧就會話科學訓練啊，或者係啲咁數據化嘅訓練咧，就要精英運動員先有嘅。咁啊而家有手錶嘅出現啦，咁啊多咗有機會收集到大家譬如跑步訓練嘅數據啦，咁啊可以將嗰個分析就再仔細啲，咁啊幫到大家做到個人成績之餘咧，又冇咁容易受傷啦。咁啊，都講咗好多 Coros 嘅背景啦，不如咧都講下今日嘅重點啊，就係 Coros 嗰方面嘅手錶，可唔可以介紹下Coros 有咩手錶？咁 Coros 咧其實有叫做兩個大嘅系列啦，一個就係路跑，咁啊一個就係叫做戶外運動嘅系列啦。咁路跑咧基本上就係叫 Pace 啊，咁而家就 Pace Free 啦，同埋有一隻旗艦少少嘅叫 Pace Pro 啦。咁另外戶外運動嗰啲，即係譬如越野跑啊，或者係啲上山啊、下海啊嗰啲咧，咁 Apex 啊、Vertus 啊、Nomad 嗰啲咧，全部都可以應用到。咁啊，佢哋個焦點咧就比較係續航力高，又有一個準嘅 GPS，咁啊性價比比較高啲啦。咁啊 Pace 嘅系列即係跑步咧，咁啊主要係都係佢嘅電池續航，同埋咧佢嗰個
重量係我自己咧就戴緊 Pace，即係啱啱佢都有講啦，我有戴緊 Pace Three 咧。其實我好中意 Pace Three 呢個系列嘅，因為佢真係好輕啦。而且即係我嘅訓練量都算多啦。咁我基本上一個禮拜跑6日至7日，咁我可以3至4日先至叉一次電都可以嘅。咁再加上佢好輕啦，戴咗係有時都唔係好覺大一入錶，咁所以誒 Pace 系列咧，咁啊，我覺得如果對於一般好專注或者佢哋淨係中意跑步嘅跑手嚟講咧，Pace 已經係足夠。咁但係如果會玩越野啊，或者係一啲戶外運動嘅，咁又需要有 GPS 有長電持續航嘅，咁啊啱啱講嘅 Apex 啊、Virtus 啊同埋 Nomad 都比較適合啲啲嘅。咁啊，今日咧就想 focus 喺路跑嘅系列啦，即係 Pace Three 同埋 Pace Pro 啦，可唔可以講下呢兩者有咩分別？Pace Three 咧，其實就啱啱有講到啦，係呢一個系列最輕，咁啊性價比高啲啦，咁啊價錢就相宜啲嘅，尤其是對一啲啱啱接觸跑步或者入門嘅跑手咧，嗰、個價錢咧就比較相宜啲，咁啊同埋咧佢嗰個流暢程度咧，雖然佢輕嚇，同埋隻錶比較細，咁但係佢嘅流暢程度咧都幾好嘅。咁當然啦，都有唔同嘅錶面啦，咁。再勁啲嘅 Pace Pro 咧，咁啊佢係啱啱就都有講佢係旗艦錶，咁佢個熒幕咧就再靚啲。點樣靚法咧？我覺得係可以拍得住電視咁樣。佢嗰個同埋佢因為咧因為佢有 touch screen，咁啊再俾我哋嘅 Pace Three 咧就再操作就再流暢啲。咁再加上因為佢個 mon 咧同埋佢嗰個系統咧就即係再精細啲啦，咁所以咧地圖上睇到嘅 GPS 咧，其實係會比 Pace Three 啊再靚啲。咁如果啱啱入門嘅，咁啊，我會覺得 Pace Three 就足夠啦。咁但係已經有一定嘅經驗嘅跑手，咁佢想買一隻再比較旗艦嘅錶咧，咁 Pace Pro 咧就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啦。但係對於我哋嚟講，我自己即係淨係for 路跑咧，我自己就覺得 Pace Three 就非常之好用嘅。除咗問咗路跑之外啦，都問少少跑山或者戶外運動嘅系列啦，可唔可以都介紹下唔同嘅錶咧？比較容易接觸到咧就係 Apex 啦，咁啊佢就基本上咧就滿足到一般越野跑嘅運動嘅。咁另外一隻咧叫 Virtus 咧，咁呢一隻就勁啲啦。咁咧佢咧就佢個電池好長嘅，咁官方咧話佢可以用到40日，日常用啦40日啦。咁如果開 GPS，即係譬如去做運動嘅模式咧，咁啊大概會有110幾個鐘，已經算係好長嘅。即係啱啱我都講啦，我練咁多集3日都叉一次電，咁但係佢係可以差唔多4、5日啊，即係開住 GPS 嘅時候開有4、5日時間啦，咁都唔需要充電嘅。咁另外一種咧就係 Nomad 咧就係啱啱 Coros 最新款嘅手錶，咁啊專為戶外探險設計嘅，咁啊有錄音咪啦，大家可能運動緊嘅時候錄音，有時可能唔方便拎住個電話，咁用一隻手錶咧，咁可以錄低你所見所聞，咁後尾做翻啲playback 啊，或者係發覺原來喺中間見過嘅嘢，咁你可以再 mark 翻低，咁啊會再豐富啲嘅功能。咁都知道咧，Pace Four 新出啦，都可唔可以介紹下 Pace Four 咧？今次 Pace Four 咧更新就比較明顯啦，喺個錶玉嘅重量同埋個 size 不變之下咧，咁個 mon 靚咗啦，用咗 AMOLED LED 啦，即係同 Pace Pro 嘅 mon 係一樣嘅，咁續航又長咗啦，咁可以去到41個鐘，係啦，咁或者唔開 GPS 咧，係近乎可以19日嘅，咁佢今次咧就仲有一個新嘅功能咧，就係佢有個錄音嘅功能啦。咁嗰個功能咧，可以做咩咧？就係當我哋跑步嘅時候咧，跑到有一個位，可能我哋想有啲筆記或者同自己跑完之後可以回憶翻咧，咁可以喺手錶中間咧加一個
加個點，咁可以喺度錄音啦，然後話俾譬如我跑10公里，我而家呢個係好舒服，35分鐘係好舒服嘅。咁譬如跑到20公里，跑到36分鐘，我係好辛苦嘅。咁可以等自己回憶多啲啦。咁所以呢個功能咧就 Pace 4先至有嘅。可唔可以講下 Pace 4同埋 Pace 3有咩分別？咁 Pace 4同 Pace 3個分別咧，其實唔算話好大啦。咁喺外表其實就冇差太遠嘅。咁無論厚度啦，或者係個闊度啦，都同 Pace 3差唔多嘅。咁唯獨有分別嘅咧，就係個續航力同埋個 mon 啦，再加埋啱啱講嘅錄音功能。都知道咧，Coros 咧除咗手錶出色之外啦，咁都有唔同嘅輔助設備啦，譬如一個新嘅心率臂帶啊，可唔可以都介紹下咧？心率臂帶其實近年就都好 hit 啦，唔同嘅品牌都開始出啦。咁一開始其實咧就我啱啱接觸跑步嘅時候，其實就心跳帶嘅，咁就套喺個胸骨嗰度嘅。咁咧我自己咧就覺得咁樣個箍住咧跑步嘅時候嗰個感覺唔係咁良好。咁所以咧其實我以前跑步係好少帶嘅。咁後尾嚟到 Coros 啦，咁佢哋有一隻就心率臂帶啦，咁我又試咗之後咧，我發覺係幾好用嘅。咁點解會咁樣講咧？就係因為咧佢嗰個心率臂帶佢套喺手臂嘅時候咧，佢唔會咁容易上下線啦，或者係移走咗啦。咁因為時咧用嗰啲心跳帶套喺個心口嘅時候咧，其實可能你大汗啊、剩啊，咁佢都可能會移位咧，其實就會令到唔係好準。咁臂帶嗰個位咧，我覺得佢套喺嗰個位咧，我暫時未試過移動得比較多，咁所以我覺得都首先唔會唔舒服，係咁我覺得同埋都幾準嘅。手錶靠心跳嘅時候咧，可能佢都會唔喺個手腕嘅位置，咁所以度個心跳咧都唔係咁準確。咁用咗手臂帶之後咧，就相對地準確少少啦。咁尤其是我自己就中意喺啲練習強度同高強度嘅練習同埋長距離嘅跑，我就會帶。咁相對比較少影響嘅。咁頭一兩次可能會有少少覺得有少少箍住啦。咁但係過咗之後，我又覺得又唔係話好大影響。咁相比起戴喺心口嘅心跳帶咧，咁嗰個壓迫感就冇咁大嘅，同埋舒服啲。又用咗一輪之後咧，我覺得嗰個心跳嗰個量度嘅精確度又比較好少少，咁所以我自己都幾中意戴嘅。咁同埋都建議如果有適當經驗嘅跑手，如果有唔同嘅訓練嘅時候，又會參考心跳嗰個唔同區間咧，咁我覺得帶住呢個心率臂帶都係一個幾好嘅參考嘅工具啦。都知道 Coros 咧有個手錶 app 啦，不如你都介紹下。Coros 咧其實就比較簡單嘅，其實佢就係一個 app 嚟嘅，基本上佢一個 app 咧就包晒所有嘢啦。咁除咗我哋可以睇到自己嘅訓練啊，或者係體力上啊，或者係預計你嘅即係跑步預測嘅時間，即係唔同項目可以做到嘅目標時間啦。咁其實就平時可能會我哋而家戴呢啲錶，因為都想自己有啲動力繼續跑步啦。除咗數據上，轉錶面咧，咁都係喺Coros 嗰個 app 可以一次過做晒嘅。咁最近咧，佢哋就叫做更新咗個程式啦。完整度咧就再多啲，開始多咗啲可能音樂啊，或者係啲唔同有少少運動 connect 咁樣啦。咁開始就多啲啦，但係一個 app 基本上就有晒大家平時需要睇到嘅數據，或者係唔同需要嘅設定都可以喺晒個 app 度做嘅。跟住想問一問Coros 有個 running club 啦，知道你係裡面嘅教練啦，可以問下點樣可以入到呢個 running club 嘅？其實咧，只要喺我哋公開報名嘅時候咧，去到Coros 嘅 IG account，然後咧喺嗰個
喺嗰個 account 裏面咧，可以就有個報名 link 嘅。咁基本上我哋所有唔同程度嘅跑手，我哋都歡迎嘅。咁我哋比較接觸得多啲嘅咧，就係初階同埋中階。咁我哋已經係第4期啦。咁一路落嚟都好 smooth 咁啊，同埋大家都真係想學下跑步唔同嘅資訊啦，或者係可能係點樣可以跑得好啲、跑得多啲、進步，但係又唔受傷啦。咁基本上咧，呢一個我哋每一次都會有公開報名噶嘛，可以留意翻 Coros 嘅 Instagram account 咁就得啦。問每一位運動員啦，都會問一條問題啦，就係知你專項而家係喺半馬啦，或者全馬啦。咁如果想問你一個你自己最中意或者練完咧最大提升嘅 program，你會介紹啲乜嘢俾我哋？我自己有2款啦，都我覺得有效嘅，但係你問我中唔中意就見仁見智啦。因為始終我會覺得只要嗰樣嘢對我有幫助，我就算唔中意我都會做嘅。咁第一個咧就會係2K 啦。咁我會做，如果我會比賽前咧，我會做2K 6次到8次。咁啊，中間如果我對我嚟講咧，我中間就會可能會作400米啦。咁如果可能會恢復時間需要長少少嘅，咁我就會可以建議原地休息2至3分鐘。咁另外一個咧就係progressive one，就係漸進跑。咁我會由20K 到30K 呢個距離都有嘅。咁就由慢到快，咁我由慢到快咧，通常就會由4分15，然後跑到3分半左右啦。咁我盡量想 keep 翻喺嗰個average 嗰個 pace 咧，喺馬拉松速度慢30秒至40秒左右嚇。咁一嚟由慢到快嘅漸進跑咧，信心會好啲啦。咁第二嘅就係你知道自己個強度可以由邊一個位置，即係加速加到邊個位置，你會開始有阻力啦。咁盡量俾自己嘅身體維持啦。咁所以呢2個練習我自己就比較中意多啲嘅。咁但係2K 嗰個係辛苦嘅，係扯嘅6至8次。咁但係我覺得對於半馬又好啦，對於全馬又好啦，我覺得都幾大幫助嘅。咁最後咧，又想問下，如果我想揾你教跑嘅話咧，咁應該有啲咩方法可以揾到你？咁我啱啱就話我自己有個跑班就係 Forza 啦。咁 Forza Running Club 咧，咁會有主要都係我負責教嘅。咁我主要係 focus 喺啲10公里到全馬啦。咁如果想有興趣練嘅咧，咁我哋有個 Instagram 嘅 account 同埋嗰度有個 WhatsApp 嘅。咁我哋可以聯絡我哋，然後就再做一啲查詢，睇下邊一個會好啲啦。咁我哋而家禮拜2有沙田啦，禮拜3有斧山道，同埋禮拜4喺青衣嘅。即係比賽越嚟越近啦。好多人咧都會緊張比賽啊。都真係會多咗問跑步訓練啲嘢。咁今日就好多謝希 Sir 呢個訪問啦，問咗好多關於 Coros 手錶嘅問題啦。希望日後咧就再有機會揾你接受訪問。Thank you，拜拜。好，thank you，拜拜。多謝收睇。如果想睇多啲跑步資訊，歡迎去我 IG。如果想睇更深入嘅跑步 program，歡迎去我 Patreon。而家仲有7日免費試用，多謝收看，拜拜。如果我練緊馬拉松，咁嗰6至8K 咧，我會 target 喺半馬嘅速度。我覺得信心好重要啦，你要知道自己嘅體能分配啦，跑幾快你可以分配到啲體力喺幾多 K。